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3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撒母耳记上卷15章第10节到21节，以弗所书第4章25到3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是那个道成肉身的肉身吗？当然不是。初代教会那一些非基督徒对于基督的身体是有所误解的，因而才会进一步的迫害教会。因为呢，在教会里面守圣餐的时候，都会说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牺牲的。你们每次吃的时候都要这样行来纪念我。”然后又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的时候就要这样行来纪念我。”就如同在创世纪我们提到的，前不久也分享的，上帝用他的形象来造人一样，不是讲形状的哈。在新约圣经里面说的基督的身体是用来比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才会说我的身体啊，我的血啊，作为圣餐的时候的用词。另外，基督的身体是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也是指着所有归属基督的人，教会和他的关系。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身体的头。这所要提醒基督徒的是，基督徒应当遵行头所发布的指令，所以要顺服上帝，要顺服基督。上帝呼召人不是要人来胜过他，是要人来学习谦卑、顺服、跟随他的脚中行。以色列王扫罗他兴起与败落，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不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不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他自以为是的留下了不该留的牲畜，并且自己代替了祭司的职分来献祭。在撒母耳记上卷第15章第10节到21节的经文记载了上帝厌弃扫罗作王。许多人就会问说：“哎呦，他只不过是急着要献祭给上帝，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们回到圣经的观点、信仰的角度，还有以色列人希伯来文的解释，他们认为箭呢没有射中红心就是罪，就是得罪上帝。因为撒母耳记的经文也这样告诉我们，上主对撒母耳说：“我后悔立扫罗作王，他已经离弃我，违背了我的命令。”撒母耳很不高兴，整晚向上主恳求。第二天早上，撒母耳去找扫罗，他听说扫罗已经到了迦密，在那里为了自己筑了一座纪念碑，然后往吉甲去了。撒母耳去见扫罗，扫罗问候他：“撒母耳，愿上主赐福你，我遵守了他的命令。”撒母耳回答说：“是吗？为什么我还听见牛羊鸣叫呢？”扫罗就回答说：“
这是我的军队从亚玛力人那里掳来的，他们留下了最好的牛羊，要当生祭献给上主你的上帝，其余的我都灭尽了。撒母耳说：住口！我要告诉你上主昨晚对我说的话。扫罗就说：请说。撒母耳说：虽然你认为自己不重要，但是你是以色列各支族的领袖，上帝选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他派你出去，命令你消灭那一些邪恶的亚玛力人，把他们都杀光。你为什么没有听从呢？你为什么急急忙忙的掠夺战利品，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扫罗说：我听从上主的话，照他的吩咐去打仗，掳了亚甲王，并杀灭了所有的亚玛力人。只是我的军队没有把掳来的那一些最好的牛羊杀了。他们带牛羊到吉甲去，要当作生祭献给上主你的上帝。我们要去思想是：难道上帝不能定规矩吗？难道教会团体不需要执行管理规范吗？难道大家都可以如同扫罗一样为所欲为吗？都不需要自我反省，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吗？没有通过考试就是制度有问题，就是评审老师有问题。以前牧师还在教社会组合唱团的时候，团员们很喜欢去参加比赛。可是过去的氛围是，只要不是自己的团体得名，总会出现批评的声浪。后来我就告诉团员，要比赛可以，但是要能够接受那个比赛的结果。只要静心的练习，其实唱歌是一个生命，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不是要用来跟人家比较的。唱歌只要求乐在分享，不求只有我最好。顺服上帝是基督的身体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或是一件事情。顺服制度也是参与者最基本的要求，否则的话就不需要有制度了，上帝也不用发布他的旨意了，不是吗？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的话这样说：所以你们不可再撒谎，每一个人必须向弟兄说诚实话，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你们若发脾气，不可因这脾气而犯罪，也不可生一整天的气，不可让魔鬼有机可乘。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窃，要靠双手诚实工作，才能帮助贫穷的人。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使上帝的圣灵忧伤，因为圣灵是上帝拥有了你们的印记。保证上帝释放你们的日子就要来到。你们要除掉一切的怨恨、暴力、愤怒，不要再喧扰、毁谤，不要再有任何的仇恨，要亲切仁慈相对待，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如果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怎么可能发生那个手对头说还有你的指令有问题，或是脚对鼻子感到不爽？手
也是这样子，一直捏鼻子，一直捏鼻子，然后想要把它捏掉。当然不是。我们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必须要有基督的品格、形象，无论走路、做事、说话，都要让人家非常直接就可以感觉到，这些都是基督的身体。如同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新的诫命，他所教导的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了。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亦无缺乏。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安静的溪水边。他使我的心灵复苏，他照着应许引导我走正路。纵使走过阴森山谷，我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用杖领我，用棍护我，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待我如上宾，斟满我的杯。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当中。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做什么，都能够跟主来连结。恳求主帮助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